小杨，小杨，等一下呀！不要碰我了，我会被抓还不是你们害的。你又不是我妈，乖一点呐。小杨，亚堂宁去。头摆耶稣嘅教育，總係老外講，物界係錯嘅，物界係唔錯嘅。係生活喺互不分明嘅世界，唔過我一下面對嘅實係一群對灰色地帶思考嘅聲音呢。我用嘅老記條講，我背嘅世界，老記條上嘅無強用。心痛。痛是嘛？佢條暗色，但係到佢條上晝8點鐘就冇發現。你唔拉關心佢條。對一對本來細個細年嘅來講，石頭像意思的好高了，也有的時候就是逃避現實的捷徑，唔是上岸島，唔到到24點鐘水電呢，佢一條除非變怪嘿，根本做不了個佢一條。佢的世界，會吃喝嫖賭、偷拐搶騙，那千金小姐呢，會出軌偷書啊！你這係老太苦的啦，你用張煙哦，係倒的，也個一行。好結束嘅，我哋有世界人生嘅個，比到人世界好，我忘了他們了。你跟我們真的是不同世界的人。我是老師，我有責任。
着得了，强者双脚，强者下行，阮是为着嘛甲伊写，用力拼出聪明，不管路上有个后世。拜托，你昏倒哎！你昏倒，我能够不通知你家里的人吗？又没怎样，就我自己太激动而已嘛。哎，你的心脏有问题，这不能开玩笑啦。没事啦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跟我妈讲了以后，那很恐怖哎，她一天到晚24小时就这样盯着你，你看。哈哈哈，大笑几声，好像要撅过去一样，哪有那么严重？跟你没事就昏倒，你有这种问题，为什么不先跟我们讲呢？干嘛要这样？心脏、心房中间多一条神经，这样也要讲？烧跳就好啦，干嘛讲啊？那这样了，反正你在学员待也没几天嘛，哦，那我就跟阿公说，你在家里休养，好不好？我无爱，我爱做先生。我迄老娘也会讲，指甲条条的去检查。好不好？就人唔讲係無事情，談唔清楚係，做嘛該檢查？你唔該念嘅。係無相用誒。唔掉到上你就講比我好啊！出腳、讀書，你係唔係我切牙讀嘅？做高中的妹，也唔係我結聽嘅；來呀，做些兩層嘢，也唔係我結聽嘅啊。好，做老愛兩層嘢個愛心用提就算了，也唔是提啊，大送時間，阿用做得麼？你就是在打屁！这样子，他冷清点位好吗？做乜鬼冷清？都大可以念嘅。我用嘅，我也唔掂我用嘅，也唔掂。佢有乜？係咪唔掂啊？真係佢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啦，我真的不是故意。妈妈，哪有人家这样？我吵很多个劲就算了，哪有人家心脏还多一条筋？很不划算。江秀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哪有怎么了？就医生说我没事，就出院了嘛。没事，没事怎么会昏倒？你跟我回去医院好好检查清楚来。我真的没事了啦。就跟你说啊，我有个同事哦，他超鸡婆的。你没怎样还这么紧张？我没事了啦。那个伯母来了，我就先回去。谢谢你帮我送一休到医院。应该的。你真的很不小心哎，药还被教头捡到，还要我去警察局载你回来，妈的！妈的，真的有够衰的，放我去杀学校算了。干，你要吸也小心一点。哎，好像有人在吵架。卖应该老唔 Q K 啦，这有快啦，神经病哦！好像是小星星哎，是吗？不要你恶心！干嘛？有一种啊！我大哥女儿你也敢碰？要买东西，狗买小啦，太不会买嘅啦，狗买小啦。也搬来买啊，还如果买多就改啲嘅，可以要买。干你桥啊！死变态，病！你真有骗啦！安尼做倒安用，你做出来做嘛？出来买东西啊，小朋友唔拼啊！傻傻转移啦！我载你啊！赶紧给他正去啊，那么近。靠背叫你上车就上车啦！到时候遇到市长怎么办？那我呢？你在这边等啊。是，你大哥，你大嫂，重事情。啊，慢走。好像不够爱用一点，爱就存在个意义。Michael，你看，我做很久，很漂亮。快看。啊，哇，他们看到你做卡片一定很感动。不要傻了啦！我跟你说啊，里面有个叫小星星的、啊，我觉得这样卡片应该很适合他。可是他说不定会跟我讲说，你干嘛做卡片？传简讯不是比较快吗？哎，说不定他还跟我讲外面买的比较漂亮，哎，那我不就很糗？哇，你做这么多个，太多了吧？我是老师哎。
不用这么累吧？休息一下。下礼拜我要去澳洲出差，看你要不要去？我可以多请个2天假，我们再一起去走走。必秀啊，人有大电话不好搞咧，来讲你身体无舒爽，没办法走过去做咧。爱弟，你对遐条路好，伊有热情，也伊有想法，但靠热情无办法长久啊。记得学的迄长时间的关心、老照顾，也有体力，也有耐心，也系伊个无日无夜条路，你知无？江玉秀，认真点。天公日就会做天手手术，留几条多出来的神经小贴，还痛哦，就会有一只健康的身体耶，就做得了正常人享用做自家想要做的事情。唔是本也会笑，我希望20岁过后，唔好对自家失望，做得认真的一个美人。我隔天无要出国，我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，我要留到阳光学院做啥？要按人学讲唔会谈咯。高中做生梦想的案件单呢，一条复杂的3到9日左右，你用会应付咯。妈，唔好老我准错到癌症用的好无？且毋过心脏多一条神经啊，小体咧，好无？好伫来，好咧，还会分体咯。就一下太少嘛。我镜头去想，敢要留到阳光学院做啥啊？韩国有老好高先生，有得凹到，气急攻心，正常研究我的啊。好啦，阿妹，我弟是因为少我，不过我甘愿听我喜欢的工作放不平的，也无会因为遐个平，一生郁郁寡欢，闷死在家里。细人讲讲法，莫讲遐杂事哦。你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怎么个暗迷信咯？玉秀讲的无唔错啊。你又来说破好啊！去从事堕胎急救的时节，你有几多摆伫身边？那医院福教2条这的时节，你有伫哪？你就伫要做好人啊！带去做嘛个跆拳道、铁山、教水、样板出去的样板教。唔用啥，一出去眼做失算唔安。你要想一下，我要做阿妹的心情，好无？妈，我妈就骂我啊，做嘛个拿爸出水。你真紧爱转去阳光学院咯？嗯。是的呀，连累到你呢。唔会啦，其实吼，你妈妈买得了唔错噶，而且你一只宝贝妹的，佢唔盼得你做到咁辛苦嘅条路啦。
你要分期加到时间的，上款啊，你每周都加了1日啊，上较真到的好吗？上课了。怎样？上课了，坐好。怎样？好啊。不回座位，一人1支违纪。就这样。是怎样啦？记满了要送什么？变形金刚啊！我送你回关护所。变形金刚，坐好。你这样看我怎样？在赌气对不对？我知道你对验尿的事情很不爽，可是不用这样，没有用。记违纪的事情是大家当初一起定的规定，哦，是不是？记就记啦。好啊，我就记你啊！你一个人不想上课，你出去，跟想其他人。爸爸走。离啦，离啦，老婆，离啦，走。妈死破病。骂他，乱叫。哎，你们全部这样讲了？我讲，唔是啊，人好啦。那个事情哦，早冇看到以后都过去啊。冇看到要在后知啊，点起来哦，我吓死你诶！冇得啦，要以后搞本人家烧铁啦，上游工转来啊，我都个叫哦。阿达，收还给我。会不会？不会，你还站在这边？我没叫你出去，你自己跑出去。哦，要得哦，用人哦，全部没拖给啊。哦，我好，来好，要很简单。哎 ，Hello， 我买宵夜，你们要不要吃锅贴？你有没有加辣？有，我拿辣椒酱。我环保。没睡啊？妈，你莫安尼啦，讨好搞做事，本来吃落来迄种有用的人啊，要做得好多东西，呀，你若去甲讨的，你本来一些时间吃看哪的好嘛？就算做唔得，呀，你若去甲讨的啊，莫安尼啦。好嘛？妈，希望你支持我啊！好。就算你无支持我，我要去。
的。阿妹，我冇想要让伊严家。真经同感谢你来做的一切。不过，你阿弟，你做唔得保护我一生人呢？我真经同爱你，同爱你。恩玉秀，太嘞，老头摆无穷了，真见迄许多两份投入个影响哦。我家是做得不好啥个，耐心老狠心，今日做嘛个做唔得，强用对自家阿妹咯。那个阿妹哦，是全国最不讲理的高中，用爱来感化你啊！这就可以啦。好啦，今日你上好了，再见。玉秀，你忙又化妆嘞？啊！你是皮路。记了迄内喏，南用弟打电话带走神奇莫你呢？佢阿公咧，阿公也唔管你啊。做过迄了的啦，免没做的咩？你做了做嘛？好，用啊用啊！记得看我唔爽，苦说无来。就算安尼，要做唔得饲菜记条的啊。哦，你用啥？咱讲啦，教育哦，无按简单的啦。唔要想哦，哼，做好上个姐姐，想记哦，这个做路蛮头用安尼。好啦，也安尼啦，我咱讲，爱有一啥出来做好呢？我讲你注意听听嘞，注意暂听听嘞。那你还事情呢？夏季，你看到艾丽嗰条写几个冇？有。有啊？嘿。同哪？有甲片。甲片？嘿。啊，是谁？拜拜。甲片啊？嘿，甲片。金马，过头都等哪头了？还吃冰啊？靠背哦，我还会冒烟呢，我热得很。是病哦，按后面，用我抢来死的。唔用滴，爱就滴啊！
我嫌我要酸啊！唔对，真紧无想要转去上课。安中听啊，技工做唔得。靠北。喂，做唔得按用啊？什么都不行，那我可以走没？唔管唔对心哦，挨老高头，要希望迄母妃唔对啊，无想要看到着本警察咧作戏。小杨，你发现之前有啥时间是饭后吗？直接送我去吃牢饭就好了。仙女，我们知道你很上道，呀，事情唔是干啊。唔是干，冇干事情就唔是干。你们这样翘课到底可以翘多久？有事情大家就要拿出来讲清楚，不讲清楚怎么解决？好，如果你们真的就要这样翘课的话，不来学校上课，我就天天缠着你们。拜托，不爱在面子好吗？迄无爱用，我徛乡。拜托唔对，拜托拜托，这以后搞上课好吗？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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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前觉得上课好累好闷，这2天没有上课就觉得好无聊。每天都是看漫画啊，然后玩电脑，又要看教头那个普阿姆。我们去找金马好不好？找他干嘛？天天看不烦哦。你该不会是喜欢他吧？你不觉得他看久了还蛮帅的吗？你眼瞎哦，他哪里帅啊？我觉得还蛮帅的。又冇去上课呢？月经来肚子痛，小平也是。真的？好巧哦，金毛它月经也来呢。金针菇，别冷呢，看不好笑。讲正经啊，又冇去上课呢，就不爽教头验尿的事没？对啊，而且上次上课，教头跟金毛讲说不爽上课就出去，我们都已经因为这件事情很堵了，他讲这样我们更堵了。不过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班这么团结。有话可以好好说啊，你们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？教头平常是不是很关心你们？跟你们一样，是站在同一个阵线。他人很好的，不是吗？哎，东，唔对哦，用喊头刚刚背呢。我们就是不进去了。你干嘛个发啊？吼，金毛诶，你答应我啊！我转来上课，因为夜下又无闲呢。我答应你要转来，无答应你要乖乖上课。做唔得按用啊！教头有教头立场嘛，你们不能这样。有什么话好好讲啊！赌气、翘课，这算什么？金针菇，你就不要再讲了嘛，反正我们就故意给教头难看，看他要怎样。
我并不是在挺他们呐，但我还是对教头的做法很不爽。讲不会听是不是？好。张老师，记得我们迄日迄个用个啥？洗菜记啦。哎，你真嘅无会答记得的哦。我有讲啊，唔答的。张老师，什么要记条请转来，剩呢拿来处理。哪去上课嘞？好的。罢课哦，啊，闹学潮啊！哎，拜托，社会多少成本在你们身上，你知道吗？随随便便就不上课，干嘛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？主任，主任，我会跟他们说。哎，路长再想一下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回来，我也很清楚你们为什么不想上课。你们不爽我可以理解，可是我绝对不可能给你们道歉。对的就是对的，错的就是错的。身为一个老师，教导你们知识那是其次，你们会到这边来，重要的是教你们怎么分辨是非。你们想留就留，想离开现在可以离开。哎，你不是说要找他们回去上课的？我有我方法。同学们，我们进去上课喽。你就是不爽去上课了。为什么不爽？今天的魔术课是把你们给变走哦。有谁要上吗？没人上哦，那我就不要教了哦，拜拜。干魔术课。黑妹，我也想上。好冷哦。是啊，都快变冷冻猪了。很多的是暖暖包，根本就没用啊。我回家。好冷啊！好冷啊！我都快变植物人了，太好了。哎，快点啦！我帮他们生好火。什么哎？按等下去，你那看法啦？对啊，而且这样大家都会生病。那就不要用啊。林宇，感觉怎么样？爽啊！爽哦。有没有不爽的？很久了。打我更爽。李玉凯，躲避球好不好？看我不爽就来打我啊！不爽就来打啊！飞碟。干！白痴！小明，打！我也想去跟教头。好想不
8块哦。太家煮都90嘞，剩倒2个。咱老公条件，懒得人讲。我们来单挑嘛，第3打。你真爱拍赛啊？迄事会发。经过唔少老爱怪怪来爽口，迄样诶，爱主唔会再管那事情。水彩很易，做得吗？用的啊，太人欺负小人的啊。唔要惊嘿，你可以行路的呢。你都没有平方同英雄大嘅世界，更别想对方迄太年还是小年。惊，冇来。金毛打遍夜市无敌手，可是教头又长得那么粗，到底谁会赢呢？哎，小秃头来了。不过，照我们的约定，如果输了，你就乖一点。就这样。哎，各位，这拳很快，再过几年就输定了。大哥。金茂，输了没有关系，至少你很勇敢，而且也很为朋友着想。然后你什么话都敢讲，不像我什么都不敢讲，所以你真的很棒。你留下来，我真的很开心。阿达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哦，然后好上的上打，我唔知上会到啦。今晡的安安好，来买长牙嘅饭哦。早记到嘅方法，本来酒楼一般好到无强用啊，系无？烤肠也系啊，我本记得着吃豆神七啦。不过，要让向好上的情绪变做个事情，实在强多了。呀，就是亚副工作，真有挑战性的地方。其实，
有想过今年讲的话，我巴肚内面较了解其他条，什么希望其他条做唔错事情嘅背景，我真正应该去想小杨做马该要去石头，是梦咯。 张老师，结天爱留下来咧。你跟爸妈革命成功了？那有暗号的事情啦，革命又不有可能100就成功了。其实咯，亚白的事情，也本来动态震撼。 真嘅唔对哦，佢哋个声音的啊，对个脱贫的想法，迄按偏差，可能就迄人讲的啦。然后家到根本就迄两全无共用世界嘅人，故说怎会有按天真的想法？姜老师。 今日伫医院哦，就像人比说哩，我真嘅唔应该，让人讲那两位法，真嘅都是哩。在本案发生过后，仍然有吸食各式的毒品，那张老师，你知道吗？ 喂，金毛啊，好久不见。装什么熟啊？他欺负我啊！这样啦，我不知道你变了你现在都靠女人啦。讲什么东西啊？怎样？再讲一遍！操你妈闭嘴了！傻小啊！说什么啊？怎样啊？贱货！就是要凶他。干！你跟他也试试看了你。好开呀！谁帮你试试看？贱货！怎么样啊？你不要碰他！了破，异样为暗烟，当迄魔术的塔边，对多唱心的眼，自由呀自由，不好受里头，连多少个人来出，盼江归唔得。